新竹市头一座社区体检站启用啊，提供快筛以及着核酸检测。其中核酸检测的采检是采用正压式的采检亭，会当让采检的人员唔免接触到民众，增加到因的安全性。示范这个怎么去做裁剪。然后头不要动。医生在正压式采检亭内底，甲受采检的民众零接触，避免受到感染。新竹市第一座社区体检站，每天会使体检大概80至100人。目前规划实体居家隔离检疫，以及包括相关接触史的民众体检，未来来看实际状况做调整。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工作，能够将更多在这个城市当中确诊的人找出来，然后紧速给他这个送到集中检疫所或者是居家隔离，那也能够及早发现。及早治疗。疫情滚假，真侪民众开始烦恼家己是不是受到感染，赶要去采检。市政府呼吁医疗资源有限，就要先留有需要的人。一定要照着政府相关的防疫工作来做。那么大家多一份努力，多一分谨慎，我们就能够早日脱下口罩，回归正常的生活。卫生局嘛提醒采检的民众，快筛结果阴性，嘛不是代表绝对无感染到，一定要随时注意健康状况，而且落实防疫。若是出现相关症头，一定要赶紧搁再做一摆采检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